干嘛？你们两个真的是大庭广众，给他注意点影响好不好？演完了，放开，演完陈大娘放飞啦！这两个人真的是我吃不上。给我一份。我说是这种狗，打好吧。不笑。没事，就我学习。给我老子点赞，你给我点赞，你给我点。我已经发了，你快点。快点。给你占尽了先。你不要弄，你快先点。点什么？老子在。我在发呀，我一直在找家。我已经出去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还在发。太爽了！我说点啥？你，我还不能放飞，他放飞。午饭吃过啦，云霄给我带的，哈哈哈。对，今天晚上他给我带了个午饭，他忘了，然后他就不敢进来，然后他马上就去给我重新打了饭，因为我今天不太舒服，然后他就帮我带饭了。我有偶像包袱，昨天我上厕所回来被人偷拍了，他今天上大镜头，给我放到抖音上。下次啊，下次。什么？啊？哦，同框，我们隆重邀请李云霄老师跟我们同框一下，这里还是有。这是我老亲李云霄有点重，不是，是我今天有点虚弱。陈丽君老师、林老师签个名吧。好的。自己选一个喜欢的颜色。这里没有啊。你选什么颜色？你给你老婆选一个。不行，你挑的就行。哎，你先上的话就是你站在楼梯上，然后跟他起一下。你要跟他们讲，一定要稍微晚点起，不然我。是我跟季川跟小哥都说过了。我感觉这个有点细啊。陈林老师，你要写名字。陈林老师新包头。李云霄在哪里？你在这里。然后我看在这里。怎么你给我挑的不是跟你一个色儿啊？那我觉得跟我太一个色儿了也不太好嘛。这里的光。这里的光。哎，姐，和我这小发拿上来了。那么大。你脸是比我大一点啊。李云霄不要动我啊！在这里上这样怼我有点紧张。从头捋到脚。李云霄老师跟陈立军老师签个字，手绘的小心点啊！签个字，手绘的。这陈立军老师上面，李云霄老师就不要写了。不唱不嘴嘛。哇，脸比你本人大一点。这脸比我本人大一点，好像短了点，比我脸。他给我。李云霄贴上去着实有点太刷存在感了。我不介意。你洗了没有？我又不是我要来。你要改装是？不是，我在蹭镜头。来这边。我以为你要。我在蹭镜头，各位同志们。像你改装，我这卖花你让你改装，我真的是要骗。你值得。哦哦。啊，这样。李云霄呢？我把他叫过来啊！李云霄过来。我现在太丑了。不丑，很美，天仙一般。我先吃你给我打包的饭啊。李云霄先吃我给他打包的饭，等会儿让他稍微上一下底妆，邀请他过来一下哦。你有点洗澡了也。哎，话说你那个龙门怎么还有？他忘了你在里面。
是妹妹给我打饭的。妹妹在我对面，在对面吃饭，我偷偷的给你们看一下好不好？看到了没有？有没有看到在吃饭？你看林笑美的，是吧？我怎么感觉在一个什么杆子里面？对吧？看到啊。我感觉我这毛孔全部张开了，油才打上去都不会。你的里面就是这样空的啊？没有有盖子的。有盖子的吗？没有盖子吧？这个盖子了。那个网兜吗？哦。那。我的老婆们都在化妆，你们帮我不是在唠吗？云霄劈关啊，云霄不劈关，不要叫云霄劈关了，劈来劈去，他天天劈我。叫他打神靠庙就好了。我跟青青对吧？楼台会刚演完，他就去自首，他就死了。啊，又快又好又好看。啊，算了，先给云霄包头再加。哎呀，你这个水沙可比我。Hello， 大家好。3个有个比较高了。看你太矮。我的毛为什么在外面？等会儿吧。小鸡这边经常吃啊，有的哦。不用那么紧啊。不紧啊。我下来就好。下来。哦，你不要给我弄很。我再给你弄月亮门。啊，亲口亲，讨厌这个东西。魏老师说，我就压根儿没用力。这么小声绑这个东西太难受了。他们说我脾气不好，我脾气不好怎么啦？谁要求就是谁一定要脾气好啦？你们脾气好，都是因为你们没有可以。对的。您看一下魏老师。好了。很丑吗？我进他这里面就很丑，说话也讲。你过来就行了是吧？是另外一个化妆间。这谁？抓到一只李云霄。Hello。老板的那个对，军霄是君君和云霄，不是军霄不是一个人，是2个人。来得及的，快几女婿啊？吴女婿。你这个不管地铁女婿都嘛都跟俺比较像的呀。第一场女婿是小女的，真可爱。然后演到第3场，你要赌。下来最后一场，第5场之后小罗在顶上，然后继续在。那我跟他换好了呀。懂我吗？啊哈。对不起，忘了你。打死我。对呀。接戏了怎么去啊？给你们看，云霄老师，云霄老师，你来的。云霄，你去。哎呀，庆祝你的老公。云霄是吧？他在包头，给你们看看。让我吃大女婿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正在掉我的皮。好了，你很累。看到了啊。